16岁长青春的艺术节，做青少年装戏扮戏，伫台南文化中心的原生剧场来举办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到青少年的青春活力。 16岁青春艺术节的青少年搬戏的计划，今年已经第9档啊！为今日起到礼拜，伫台南文化中心原生剧场展演，邀请乡亲做伙入剧场，欣赏青少年的青春活力。一起透过这个剧场计划，来呈现台南市在青少年剧场的一个培育的成效。以活动式剧场的形式，带到台南英语国民之家，甲这阿公阿嬷共用分享。 另外，伫文化中心嘛有亲子艺术空间，甲亲子同乐交流，透过戏剧重现生命的故事。有103岁的这个阿祖吼，来听他们讲故事吼，跟他们说故事，他们现场把它演出来，而且他们也带给很多孩子的欢乐，他们也跟孩子们讲故事，然后演给他们看。今年头一摆规划学员当外界活动，或者学员重会艺术启蒙的所在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